係咪返工就一定要將家庭放喺第二？照顧家人係咪事業嘅障礙？員工其實係公司最寶貴嘅夥伴，支援佢哋照顧家庭係作為企業嘅責任嚟㗎。照顧者員工需要嘅係唔單係淨係假期，更重要係全面嘅支援同埋理解。工作與照顧之間呢，唔係一條選擇題嚟嘅。好多香港人每日都為事業打拼，家庭有照顧需要嘅，更時刻面對額外挑戰。呢幾間獲獎企業就證明職場既有上下同心，更要有同理心。日本命力一直都以人為本，重視員工同埋團隊嘅溝通。我哋定期會透過 Caring Angel 以問卷去了解僱員嘅心聲同埋需要，有助我哋去制定貼心嘅政策，設計出一系列彈性照顧者友善措施以及支援服務，成功吸引並留住咗優秀嘅人才。例如推行 No OT 政策，鼓勵員工準時收工；父母陪診假，員工每年可以享有6日有薪假期去陪伴父母睇醫生；更提供父母旅遊津貼、醫療產品津貼同埋免息貸款，為員工減輕家庭負擔。對創藝嚟講，每位員工都係團隊不可或缺嘅核心力量。我哋始終相信員工嘅身心健康係企業穩健發展嘅根基，因此公司關注工作效能，更全力幫助員工喺職場揾到生活同埋工作嘅平衡。我哋深刻體會到照顧者嘅壓力，並以此為初心，持續為員工改善工作環境，完善關懷舉措，讓歸屬感滲透到日常工作嘅每一個細節裏面。我哋嘅友善措施包括彈性工時制度，方便同事接送需要照顧嘅家人就醫，亦有最多5日嘅無薪照顧假。公司更設有職場關懷設施、照顧者支援小組，透過與照顧者同行計劃，培訓前線員工，仲會定期舉辦家庭同樂日，建立互助共融嘅工作氣氛。生活瞬息萬變，少不免會出現突發嘅情況。我哋希望因應員工嘅照顧需要，俾空間佢哋調整同埋喘息。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推出嘅照顧者友善措施，包括彈性工作安排，允許員工因應需要減少工時，透過崗位調配，將有特別照顧需要嘅員工調派去屋企附近合適嘅崗位。另外，公司亦有參加社會福利署與照顧者同行計劃，培訓咗超過400位員工，協助社會上嘅照顧者。因為做物業管理獨特嘅地方，就係可以接觸咗萬千業戶，喺日常工作嘅協助宣傳照顧者信息，將公司嘅照顧者友善文化推廣出去。企業構思多元化又貼心嘅照顧者友善措施，作為照顧者嘅僱員，又有啲咩回應呢？我喺日本命力工作咗22年，咁當我爸爸病重嘅時候呢，我當時感到非常之彷徨無助。咁我好多謝老闆 Ophelia， 佢好支持我啦，亦都支援我啦，即刻第一時間咧幫我揾外傭姐姐，同埋上嚟我屋企探望我爸爸，同埋佢俾咗一個好長嘅假期我，令到我好安心咁去照顧我嘅屋企人。公司亦都好似一個大家庭咁樣，我覺得真係好窩心，好多謝公司。我哋之前都有啲員工受到情緒嘅困擾，承受非常大嘅壓力。我哋公司透過浸信會愛群營運嘅 Refresh 線上精神健康自助平台，為同事提供線上精神健康支援，亦都有向員工介紹照顧者支援專線同埋資訊網，等佢哋可以即時得到有關情緒支援嘅資訊。依家我除咗需要全職工作，同時亦要照顧行動不便嘅年老家人，精神長期繃緊，有時都希望可以同下其他人講下自己嘅辛苦，舒緩一下情緒。慶幸公司有休息室同埋照顧者支援小組，等我有機會可以放鬆一下，亦有人可以同我分享照顧路上嘅經歷，互相扶持。喺度都好想多謝公司。我哋相信將關愛伸延到員工嘅家人嘅照顧者友善措施咧，能夠讓員工感受到公司對佢哋嘅重視，佢哋都會更投入工作，佢哋都有更強嘅向心理，
創藝相信通過理解員工嘅照顧需要，建立關愛互助嘅工作氣氛，能夠平衡員工喺工作同埋家庭之間嘅需要，提升工作效率。我哋相信為員工提供具彈性嘅工作安排，推廣照顧者友善嘅文化，有助員工兼顧照顧者嘅角色。由照顧者友善僱主開始，讓我哋一齊多走一步，攜手建立友善關懷嘅職場，共同創造更友善嘅未來。